啊，你这张要贴哪里？上救，了台中再救，了神再救，8分钟嘞，你穿摆哈，穿几人摆哈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连推个揭上揭下，了解仲连蓝色世界隨經驗嘅路主，點樣學來來去去，大大細細嘅事情都等你幾來處理，呢面未冇可能布置衝突。雖然日日全時點，大家溜溜少困難之片來到苗前，聽到冇澎湃嘅老阿婆，出上行圖冇呢片，未可能怪過能來。台中鄉區生意2日。打造熱跳動力，唔過下晝自點就會開始預先出趕來做修理。今日乃是建三江太陽大仙軍聖誕千秋，也就是農曆這個3月19日，因為平安舒喜無災，風調雨順，拜拜。冬天營係台中鄉郡係台中郡，兩座建山郡是係建福里嘅信用中心。香火東王就當百年嘅面線、金豬、生意係個高質量嘅製品，對本奮鬥無誤嘅內田東主，除咗得看得出居民對台中郡嘅熱勢。建福本大名嘅按照沙馬杆，係年出面避難出界八台沙之日。日本書台曬到兩位過後，日本人禁止韓人來兩帶，一直到國父過後，就做東多嘅韓人曬到兩類。藥票行裡面用冇條狀嘅語言打嘴鼓，雖然建福本單處係住家避難出普落，雖然跳擺美食組天主教、老基督教嘅交通，不過兩下都冇咧，甚至就是半日上嘅避難出都係強用嘅。落海人窮下準備生意來拜拜，咪都係台中公界謙遜信徒。那時候還靠美國救濟嘛，有救濟品，對不對？只要有救濟品，哎，大家每個司機全部村莊的統統去，哎，救濟品領完了，哎，統統回來了。天主教也沒有辦法維持下去，長老教也沒有辦法維持下去，也自然而然的關門了。唯獨我們現在我們太陽宮一直慢慢在興隆。啊，我們原住民全部全部都是往廟，都很奇怪，我們自己都想沒有啊。結果就是原住民，你看唯獨我們這邊原住民是最多，就是我們這裡都是拜那個道教的亞修的。建福里也係很年出名，客家學樂相互融合嘅社區，大家相互尊重包容，咪學習對方冇強種嘅文化。你在這邊有很多客家朋友嗎？很多。有沒有什麼好笑的事情？沒有好笑的事情，就喝酒了，還有什麼？喝酒開玩笑這樣啊。大部分都說國語比較多啦，哎。黑啦，都是以國語為主啦。可是我們這邊的原住民都會講那個閩南話，雖然講的有腔調。可是還是可以通啊！我們現在明天要拜拜，要研究一下，研究啦，要預習了，明天我是卑南族的部落的酋長，所以我也是跟着卑南族一樣，要喝飲料、喝酒以前要本敬，就是拜祖先啊，地祖先，連起來的話，我又改哈，
哎，打过来印度的3万年的很多人少，你就这不要就这印啊，打巴比啊，哎，这不一样，有客家原住民的，客家原住民的。民族性的真复杂不过咧大家咧非常的团结，有乜嘅法同係原住民的法同，我都未參與佢哋嘅美食我都未學會做仲有廟行咧。有乜嘅法同，佢哋原住民咧，佢未回來停燒。建福社區嘅當年出區，除了有住宅，火還有歡樂嘅氣氛當中，火片相處。喺我兩位嘅客人，大體都係對土著廟細個來解。都冇辦啲田啊，你咩揀都你田啊，都係樣點穿掉嘅，係即係家見合掉，哎呀，佢家起步，佢家ยัง買田地掉慢慢嚟搭緊。係啊，慢慢嚟，cái dân rồi thì một ban tí đâu chặt bao phút xin chúc chặt bao phút tài nổi như nổ. Thế à? 我是第一出世啊，我公台是講現在是在基隆嗰邊初山度發電，初山度發電人哋發電中古用行下來。用行嘅啊？係啊，多數都用開過來。也見彭上堂係住草中峽客家老日本風格嘅火豐富，係當地當做代表性嘅建築之一。日本是對廟里通路曬落嘅六福，是係當地最有錢嘅。連日本天風都推翻視察，未許到倆來參觀。長啊，還不錯，很有個時間。呢度生熟嘅回收開放大表建立家人，建福社區嘅客人兩下是係種福糕、牛雜、牛花、老聽眾草林為主。下晝嘅日頭找到推動平壤行，日頭前係發熱熱嘅藍天大海，從面嘅融合嘅旁潤變化多種。天氣好嘅時節，很早地看到火燒島呢。文章個圖向山派航看，就係南圍住種公景，自己嘅段呢，從入邊融合派到車車，當個上南嚟搶住嘅入物，兩是係推動重入嘅經濟作物牛化。都喺度讀，嘿冇見冇讀，叫乜叫慢借話俾揾下來，按上去讀人嘅，見人落錢嘢都會跳班嘢都跳咧，都當背嘢。都燉踢安尼啦，每陣都清淡個樣。係啊，都嘅做嘅行啊，都跳咧，都燉踢啲嘢安尼啦。哦。燉踢幾下，咁啊幾下都打發安尼啦。啲推動出世嘅盧超洲，阿爸嘅腿對新竹府口辦到後山，啲建科種牛化未為20年嚟。你阿媽喺度講啊？講喺下床嘅啊？係啊，講喺以為光花啦嘛花木講話你看。要有大的咩？喏，母花它會授粉啊，授粉這樣大的呢？你有冇講粉菜冇？講啊，當我們大頭啦，像堆會團體的來，會團體啦，大肥肥啊。應該是怎樣用來處理啊？那如果我們吃它幾樣用，甚至吃它大的啦，大了。雷山派檔看講下，平壤行日期嘅戶籍描述，地圖中間咩派行出係牛雜。我用正意思啊，老嘅。燒到很歡喜哦！看到啊，只有真歡喜啊，將來入嚟啊！誒，我現在去無去啊？要咁去唔到？去唔到？哦。70歲嘅阿婆，未係嚟推動出世界，連貴人嘅牛雜都係加鮮血。一剪鐵嗬，佢都會產筍，產過起來嗬，差唔多3-7床嗬。誒，有個路入邊都剪鐵都誒撈下天嚟下。安弄呢都塌起來，塌到都入邊歪入邊嗬，都斷線，啲發人哋堆嘅，都要入邊學習。哦，安樣嘢。種呢種嘢唔會葵花嗬？唔會葵花。片種冇中央係啊？係冇中央，嗱個出邊我有一種嘅撈花嘅嗬，冇中央，跟住我冇葵花，啊又唔冇葵花又識入嘅。大連鐵樹枝阿婆樹腳東溜裂界就連入物，
牛入過年頭天都做得雜，冷天太容易濕熱，熱天濕到濕熱熱，這片牛入出做得雜咧。你保邊咯，安樣嘢？你要樹葉噃，我以後要團體。嘿，你弄就弄都唔會。嘿，你都唔會，你就樹葉要團體啦，團體人潮啱啱，冇事啦，壞事啦。幼發粉哦，分量蠻快吼，會做法吼，果實也會較髒啦，壽星吼也會較好啦。你幼做過的吼，也發回來熱一國天吼，做一下幾好啦。講到推動嘅產業，當然就係講到復古，啲工地入到看起來唔大眼嘅，就係復古化。為照顧啲貴人嘅復古是冇簡單。尤其做法嗰個時節，唔單搶為一堆嘅容人工來做，還會影響到南北復古品質嘅好壞。兩樣機嘅打造啊，喺3點開始啊，到日頭出來就冇發粉嘅啊。晚上3點哦。係凌晨3點啊，到了天光過後吼，嘅花瓣會掉落。係啊。會糟蹋啦。咁從呢上工辦唔當難錢。也上工辦嘢吼。天火照落去吼，佢會反光，佢花會反光，嘿，然後入嘅佢先吼冇強用。做法哥到大致太肉嘅4張年，下住挑副高數，就得在15年變啊。推動無論係天氣、空氣，也係難用，都當適合種副高。只不過當年熱天嘅少風老風菜。在沖調本農民嘅芯片，只下出冇睇咧。你哋做花嘅時間吼，幼發粉嘅時間吼，咪你哋太陽工上嘅前後，哦，也有可惜啊。該準備咧，有一個白花開。叫阿來啊，係叫阿來，特別來嘅。哦，特別來啊。他要訪問你啦，因為左邊呢服裝整齊些。帶他去山上啦。台中古讓向鹽火沙區見面嘅生活動情，為老人村民落好人嘅感情，拍得強下。響度沙區嘅街路上，慢難看得到，寫東江嘅原村民土天總是老雕刻，未為了找點錢嘅鐘頭，加添嚟繽紛嘅色彩。出場係鹽火沙區嘅當年村圈強弱，豐富又鬧熱。